台中对今年5月开始，就诈骗集团利用钓鱼的网站，摕到民众的信用卡资讯了后，去伫东区一间商场用 APP 偷入卡买物件。即马这间商场报案，警方清查发现到有30个人受害，互偷入卡上百万起啊！目前警方嘛已经把这5个嫌犯送办。监视器翕到一个查甫人来到商场的珠宝专柜，真专心咧拣，专柜人员无起疑心。详细了解了后，这个查甫人就决定要买，摕出手机啊线顶支付，入卡结销。不过，其实伊是诈骗集团的成员，当咧利用被害人的信用卡资料逃入。歹徒在取得这个相关的信用卡的资料之后，就在这个商场的 APP 进入这个商场的 APP， 那去输入相关的一个资讯，那获得这个申请成功的一个资格来进行盗刷。诈骗集团用同款的手法，伫今年5到6月时，伫同一个商场几内个柜位偷入，买的拢是价值较悬的商品。警方查到集团成员有5个人，也查出偷入的商品甲关键珠宝等等。原来嫌犯发送钓鱼简讯，诱拐民众输入信用卡的卡号和安全码，结果摕到手机验证码了后，就用来别商场的线顶支付 App 偷入。目前清查有30人受害，偷入的金额有上百万。我都用信用卡比较多，实体的啦，我用实体的。为什么？就怕被盗刷啊。因为晚上做的都很像官网一样，所以就很容易，就是很多人很容易被骗啊。对啊。不少民众表示，实体的卡片有时阵会当透过签名进行安全认证，不过线顶支付只要录手机的 QR code 就会使，相对之下较无安全。若卖场敢若透过声明表示 ，App 的治安无问题，而且经过消费者绑定才会当使用。民众的个资的外泄是因为点入去钓鱼网站，会配合警方做后续的调查。记者台中报道。